想同你分享一個永遠唔會焦慮嘅靈性療癒方法。我知道佢冷淡忽視，令你日日都係等緊一個唔會改變嘅人。你心好攰，但我想講，你嘅感覺係冇錯嘅。你嘅焦急其實唔係佢唔回覆你，而係你內心有冇一個人肯定你值得被愛嘅。今日我教你一個方法，靜心療癒方法，每日播嚟聽，幫你慢慢轉化焦慮。你敢唔敢試？敢試喺留言區寫敢試。每日揾一個時段，雙手放喺心口度，輕輕呼吸，對自己講3句話：我係安全嘅，我值得被深深愛住嘅，我允許自己放下控制，信任宇宙。當你開始照顧好自己，你會發現焦慮唔再主宰你，而愛會由內心流出嚟。我唔係要你離開，而係想你記得，你唔需要靠住對方先覺得值錢嘅。當你愛返自己，整個世界都會開始溫柔起嚟嘅。我係 Monica，關注我。